文化部的艺放馆的使用期限只剩3礼拜就要到期咯。高雄市为了要争取民众把这艺放馆留在高雄使用，有一寡艺文店家就推出优待，买500块就送100块的高雄馆。有抽到艺放馆的民众，你敢也未使用？因为到4月底，敢若剩3礼拜，高雄一寡艺文店头推出艺放馆按照优惠，有拍折也是送手信仔。亲像这间册店，逐工有4种册拍折，阁有高雄馆通体，业者是把握最后时间来抢人客。长辈买册给孙仔。迄个年轻人啊，伊会买一寡册来成长。因为阮的书店较细间啦，业绩较无遐悬，所以伊的增加的幅度会较大。阮差不多有增加60%。中央要统计全国艺放馆有4成还未使用，毋过艺放馆活动到单，也是提升册店的营业。另外，高雄有剧团票房收入嘛增加2成。文化局表示，尤其高雄阁有高雄馆，刺激消费的效果有加倍。其实，在我们的书店，然后图书、文具、出版业这一个部分呢，其实是参与非常踊跃的，而且也是受惠最大的一个产业别。那再来就是在电影业，那册店有按照优惠，高雄一寡电影院嘛有消费500块，佮送你100块高雄券。文化局指出，高雄有将近300间的艺文店头加入高雄券的活动，这个加买券拢到月底就袂当使用，民众爱注意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